主计总处有公布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，年增率是2.14%，虽讲和2月份比起来已经无起价遐凶啊，也毋过即马医疗院所挂号费有得起价，食食厝税嘛直直得起，民众的压力共款真重。甲新的计小高丽蛋为顶悬，原底一碗30块的大面变35，赤肉甲猪肉来蛋粉嘛起5块，综合汤面甲蛋粉是一个手起10块。即间伫台北市民权东路巷仔内的面店啊，因为实在成本一直起，头家经一段时间了后，决定要起价。每个东西它都在调味料啦、肉啦，所有的进货成本真的都在增加。即间卖面粉店呢，去年起5块了后，决定升1期35块，敢要反映4月份电池起的成本，强调会观察一阵啊，才阁决定敢要起。要上游不涨，我们下游不可能乱涨的。主计总处初在发布上新物价调查，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月起2.14%，主要原因是休闲娱乐消费需求也是真大，娱乐服务费用加悬，油钱抵国际行情起，部分医疗院所提供挂号费，加上食外口、水果、肉的价钱也是真悬，还有厝税钱嘛起所低。我们常常观察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品项368项呢，实际上还是有超过70%的品项价格是较去年同月价格是上涨的，房租还有医疗费用这些服务类的价格涨幅还是比较大，而且服务类的价格通常具有僵固性。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关注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，年增幅度降到 1.17%， 创下39个月以来上低。其中鸡卵减的幅度是上大，是 18.25%， 创下49个月以来的上济。不过，猪肉甲起膏、起粉增加的幅度也是超过4%，其中猪肉的年增幅度是 6.84%。因若4月份电池起了后的物价，主计总处说明讲，因为国内电池平均起11%，内底民生电池起的幅度较少，产业会以用电量无共来调整幅度，按算会影响今年 CPI 0.18个百分点，会予 CPI 起的幅度差不多是 2.03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